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點樣喺富亨通交易系統進行貨幣兌換。貨幣兌換，第一步，選擇賬戶中更多。第二步，選擇貨幣兌換。第三步，選擇兌出貨幣同兌入貨幣，再輸入兌換金額。第四步，選擇申請兌換。確認後即完成兌換申請。查看兌換記錄。第一步，選擇賬戶中更多。第二步，選擇貨幣兌換。第三步，選擇兌換記錄。選擇後即可查閱兌換記錄。